台北市长郭文泰再起来参加台湾医疗科技的展览会，甲王金平同台来剪彩，两个人的互动真烧热。王金平有蓝霸天的称号，讲民进党甲亲民党拼总统大选，拢咧争取王金平的支持。也毋过王金平讲，伊是国民党员，伊袂来支持民进党。若郭文泰这韩国瑜甲立委被网络霸凌的三兄弟，郭文泰讲。 伊也无要选总统啊，嘛去互霸凌惨烈，实在真无辜。台湾医疗科技展前后2任的立法院长拢有到场，台北市长郭文泰嘛有共台。郭文泰最近和韩国瑜讲，伊加上赖清德是被霸凌的3个人，叫被霸三兄弟。我比较无辜是什么？你知道？我又没有选总统，也要被打。他们2个要选总统，那是叫。 预期的风险嘛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只要出头就会棒打出头鸟。王金平甲苏家全2个人有开讲，听讲民进党甲亲民党拢有这个意思，要找有蓝霸天挂会王金平支持。我有跟李书川先生讲，绝对不会去支持民进党的，因为我是这个国民党员。也毋过党跟人分开，韩先生我当然说过好几次了，我是支持他选市长。 王金平甲郭文泰嘛有开讲，认为无选总统的人，因会支持倒一边，目前还无确定。